瑜伽入門。拜日式。為何要做瑜伽拜日式？拜日式的運動可以減少腹部脂肪，使脊骨和四肢柔軟，亦同時增加了呼吸量。第一式，自然倒立，面向太陽方向，下含內收，雙手合十，兩拇指觸及胸部中央，上身挺直站立，收緊臀部，雙腿用力併攏，腳底用力貼地，腳趾用力抓地。第二式，慢慢吸氣，雙手提高過頭頂，身體向後伸背。第三式，緩緩呼氣，身體前屈，手掌盡量按於雙腳外側，額頭盡量觸及膝蓋，雙腿盡量挺直。第四式，深長緩慢的吸氣，右腳向後伸直，抬頭前望。左膝需在兩手之間，體重主要落在雙手和左腳上。第五式，閉氣，左腿後伸與右腿並攏，腰腹用力，使身體繃直成一直線，全身的重量落在雙手和腳趾上。第六式，呼氣，讓身體的8個部分下巴、胸部、雙手、雙膝、雙腳、腳趾着地，臀部微微提起。第七式，吸氣，慢慢抬頭，背部盡量向後伸。第八式，呼氣，低頭，抬起臀腹，腳掌和雙手用力按地。第九式，吸氣，右腳踏前，靠齊雙手，左膝着地，前望，如第四式。第十式，呼氣，左腳踏前，如第三式。第11式，吸氣，雙手高舉向後屈身，如第二式。第12式，雙手收至胸前，呼氣自然，用三樂式放鬆，如第一式。這就是一套完整的拜日式。